點解返工唔可以因為愛同責任？你以為返工係因為窮，其實背後隱藏住一套社會規則，令好多人都以為揾錢就係愛嘅唯一表達方式。但呢個想法本身會唔會已經係一個陷阱？今日一齊嚟拆解呢個制度框架，揾返屬於自己嘅工作理由。請睇到最後，你會對習以為常嘅事會有全新嘅理解。記得細個讀書，老師都會問我的志願係咩？唔知你仲記唔記得當時嘅答案？時至今日，經歷咗社會現實嘅洗禮，大家似乎已經習慣咗工作嘅最終目的就係揾錢。我的志願慢慢變成我的人工，我想做乜變成邊度請人，鍾意做咩變成邊行最穩陣。調查顯示，31至40歲打工仔嘅工作快樂指數以10分為滿分，得返5.16分，啱啱合格。另一項調查更指出，超過60%人認為工作只係賺錢嘅途徑，即係話除咗關注人工之外，工作本身對好多人嚟講其實係冇咩意義。喺現實生活入邊，基本上可以從3個角度去理解工作等於揾錢點樣變成主流。第一個角度，制度層面，老闆要創造利潤，員工就變成可量度嘅人力資源。第二個角度，個人層面，香港生活成本高，大家被迫參加用時間或者業績去換取金錢嘅遊戲。第三個角度就係社會層面，成功嘅劇本社會已經寫得好清楚，一般嚟講會係由讀書、揾工、賺錢、買樓、結婚，然後退休。但到最後結果係點呢？工作壓力平均6.86分，待業更高達7.02分，以10分為滿分嘅話，咁即係過半數嘅人都會憂慮失業。無論喺在職定係待業，都係處於進退兩難嘅局面。但係咪咁樣嘅劇本就代表成功呢？而呢個套劇本係咪代表緊你？你嘅人生係咪真係可以跟劇本行呢？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約定俗成？簡單講就係，即使沒有正式嘅規定或者文字記載，但係一般大眾都會公認或者習慣使用，就好似夾定一樣，被大家普羅大眾接受同埋使用。當然，每個人對工作嘅動機都有唔同嘅睇法。現實啲，冇錢點生活？有啲人都會話，我都想為咗理想工作，但係都要食飯㗎。另外一啲人都會覺得工作本身應該係有意義，唔係淨係為咗錢。關鍵嘅問題係咪一定要喺理想同現實之間兩個揀一個？定係可以設計屬於自己嘅路？你點樣睇呢件事？歡迎留言話返俾我知你嘅工作動機。從社會行為學嘅角度，點解工作同賺錢經常都會擺埋一齊講呢？我想分享3個發現俾大家。第一，社會角色嘅固定化。我哋被訓練成收錢做嘢嘅角色，而呢份 job 嘅 duty 係由老闆定落嚟嘅。收咗錢，做好呢份工就得，基本上你係冇 say 嘅。而老闆亦都唔 care 你有冇熱情，最重要係完成工作，之後亦都冇必要再探究工作嘅意義。第二，功利主義嘅集體記憶。香港經歷過幾十年嘅經濟起飛，整個社會建立咗固有思想，
努力工作等於成功，等於幸福嘅集體記憶。呢種文化令我哋相信，只要肯揾錢，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，包括表達愛同責任。呢個想法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？歡迎下底留言話我知。第三，情感嘅商品化。喺資本主義制度下，連愛同責任都被商品化咗，或者可以理解成替代表達法。你可以留意一下，有啲公司係好中意用呢種概念去包裝佢哋嘅產品賣俾客人，例如父親節、母親節或者新年等等。你愛你嘅家人，咁就要買最好嘅嘢俾佢哋。你有責任感咩？咁就要買更尊貴嘅產品先可以證明到。商品變咗表達情感嘅唯一途徑，而唔係情感表達嘅其中一種方式。所以當我哋話返工係為咗揾錢嘅時候，其實我哋無意中已經接受咗一套社會建構出嚟嘅邏輯，就係愛同責任係可以透過金錢嚟體現。但咁樣會唔會令我哋忽略咗其他更重要嘅表達方式呢？講到呢度，我諗起我爸爸，佢係一個唔工作唔舒服嘅人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做嘢，早出晚歸，基本上都好少嚟喺屋企。細個嘅時候，我好唔明白，係咪以後我大個咗都係咁樣？後嚟我老豆同我講，我咁辛苦工作，係想俾最好嘅生活俾你，呢個係作為老豆嘅責任。佢會俾家用屋企，佢識整家居嘅電器。除咗家長日之外，佢從來冇時間同我真正坐低傾下偈。後嚟我先明白，佢最唔放心嘅係覺得未盡到做爸爸嘅責任，所以用最好嘅物質去證明自己。有一本書叫做《Die with Zero》by Bill Perkins， 提醒過我哋，人生真正嘅資產係累積嘅體驗同埋回憶。所以推動好多人繼續返工嘅唔一定係窮，而係驚冇能力履行對重要人嘅愛同埋責任。呢個例子我係想話俾大家知，我爸爸以前嘅想法只係活喺社會嘅固有角色底下，將愛同責任呢件事用提供物質嘅方法去表達，所以佢以為落力去揾錢儲錢就係盡咗做老豆嘅責任。我係明白老豆嘅苦心，但我唔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。依家我已經出咗嚟做嘢，當然賺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，但都唔好忘記一件事，其實大部分人都好唔中意工作，但係點解依然繼續返工？我相信最大嘅原動力唔係因為冇錢，係因為冇錢之後會履行唔到嘅愛同責任。無論個對象係面向自己、屋企人，或者係生命入邊好重要嘅事，其實都值得尊重。所以能夠驅使你哋去工作，並唔係因為你窮，係因為你哋都係負責任嘅人。總結返今集提到嘅3樣嘢。第一，社會制度重新定義咗愛同責任嘅表達方式。我哋被教育有錢先有愛，有樓有車，揾錢就係責任等等。但其實愛同責任有好多種表達方式，工作只係其中一種。第二，雖然老闆未必 care，但我哋需要重新去思考工作嘅意義喺邊。工作可以係愛嘅表達，可以係責任嘅履行，但前提係我哋要擺脫工作等於揾錢呢一個單向思維，重新發現工作本身嘅其他價值。第三，
每個人都有權重新定義自己同工作嘅關係。你可以選擇為咗錢而工作，但你都可以選擇為咗其他原因工作，例如為咗幫助屋企人，為咗實現自己多年嘅理想，為咗貢獻社會等等。嘗試問下自己點解要喺呢度做嘢。希望大家明白，返工唔單單只係為咗錢，每個人都有更加重要嘅要去做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段片之後，有勇氣打破社會俾我哋嘅框架，俾自己一個機會返去起點，去問返自己，今日我會用咩方式去表達愛同埋責任。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想法，我哋下一封信再見，拜拜。